年底县市长的选举，新北市的部分，民进党要杀价出来价，现任的市长侯友宜来车拼咧。讲立委罗志正政策能力受到肯定，蔡英文这派、苏贞昌这派拢支持，出来选的几率真悬。讲这个月，民进党就会开会来讨论双北市长的人选。另外，台北市长的人选，除了林佳龙、陈市长之外，也有文化部的前部长郑丽君。民进党要派什么人甲现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拼？国际关系学者出身的罗志正政策能力受到肯定，得到英系甲苏系支持。上一届市长的竞选过程中，吴秉叡委员和罗志正委员都有志于更上一层楼，为新北市更多的人来服务。地方有支持，院长都不会反对。讲立委吴秉叡、罗志正都是好人选，哪能伊本身呢？这个问题还是来了，我现在会想继续留在立法院做更多的事。英系立委支持罗志正，他在外交国防的领域上有非常杰出的表现，能够帮助这个新北市能够走向国际。针对这款的对手，国民党立委认为，蔡总统甲苏院长若是讲全力收听加上中央资源，这两人嘛拢了解新北市选战的布局，所以讲罗志正是一个真强的对手。把我们新北市现任执政的优势给展现出来，这是侯市长要做展现的。国民党立委呼吁侯市长要谨慎的面对。另外，台北市长立赢的人选，除了陈市长林佳龙以外，备案的人选还有以前文化部长郑丽君。新北市民进党的人选什么时阵会决定？讲伫6月底进前会开会讨论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